影看你一日一个伴，爱一个人，什么感觉？我笑你根本不知影。做两爱水的搭酒怎为你甲大声？感情不是物件，随时会当换。忘心肝，请你忘心肝。为我讲袂输怎担？是心我最后的办法，莫听莫看无你较规划。一个情结束也好啦，看影看你一日一个伴，爱一个人，什么感觉？朱大爷，歹势啦，你带我来遮，是讲吼，你遐尼好价，阮是遮尼瘦，咱来吼实在要来交陪，安尼是有比较吼，较无适当吼。唔免讲这个客气话，坦白甲你讲，平常时我的人就真介意结交朋友，尤其是这个梁少安。哈？你介意梁少安？是啊，自从甲伊见一摆面了后，才知影讲袂出我对伊一种感情的冲动，非得我唔知要安怎讲，对伊有产生一种的感情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哎呀，我唔知影讲你有即款的毛病。你既然是变态，若你讲起来，你是甲查甫较有感情，若对查某你毋拢无感情？天公无话咯，你想去倒位？我是伫咧讲，迄种的感情是类似一种天伦情谊。哎呦，你讲啊，哩哩啰啰，我听啊得个倒菜刀，是讲你对我讲了有道理啦。你讲着恁的，我嘛想着阮师徒之情。你讲哦，要带我来见阮师，但阮师是伫倒位？放心，你的师傅是住伫府内啊。住伫屋内？这个石头，哎呦对啦，阮师傅哦，咱拄仔要来时伫门口，嘛一堆石头，就伊才做这种亏害。安尼有影，伊真正伫遮，我是讲哦。这个所在，太叔咧大呢，较等下叫当着，咪叫斩头就害啊咧。放心，有我伫咧，太师袂对你怎样。哎呦，相信是相信哦，我共阮来，我小可行行，学拍拍。啊！道神恭迎皇上。谢家婆，来你看，我甲你带什么人啊？啥？这就你跟我离开，我都好气啦！啊，你实在个嫌弃啊！你阴魂不散，我要伫迄度，你也我都甲找到到位哦。师傅，你都唔知咧哦，伊只母子哦，甲你梁小安哦，因两个拢欺负我。小叮当的，你唔来看场面讲话，皇上伫咧遮呢，你嘛唔通遐尔啊突切，有啥代志，较在这房间讲啦。皇上，你来带到这个。也叮当的，伊就是要自尽，我当着伊，还带倒转来赤家婆两个人师徒会面，互因团圆。我看互伊安排到夜馆遮住，相信太师你袂有意见吼？皇上，道神怎够有意义？真好。来，你来。哇，哇，有够赞的，师傅啊！鸟鼠又骨甲稳当当，我唔知讲你日子过遮好过，好够无意思呢。你放互细汉呢，伫外口咧流浪，到这伫开始哦，你都爱小我栽培一个呢，我就跟你做做伙啊。你呀，那个安尼，人
讲吃米唔知米价，啊小贪到时你着爱牙价。我是泥菩萨，啊买过客，啊加你饲咧，我是家顶地哦。啊，我是好心来找你，啊，你煞对我有怀疑，啊，无欢喜，互我来对你，唔免互你心肝像倒机呀，像倒机。哼！无啊，我问下你，你即摆是要搁拽去倒遐去哈？抓去倒去！我讲你个师傅啦，你若世界无良心的啦，我知影讲哦，你虚荣啦吼，而且倒遮尔好，你著看我无起吼，搁讲话甲我糟蹋吼，你叫是讲我听无信。我甲你讲啦，若我吼唔相信讲这个天下的，无我这个小叮当的存在的所在，我拿出来表你看啦。我想你气干呢，哦，你真辛苦呢，哦，讲到嘴角全破了。生气！我跟你讲啦，迄代志无安尼啊简单哦。我今仔日伫这个所在，我会住伫遮，我是要将价就价啦。哈？用价就价？是啊，啊太师了我来这个所在，迄是加菜讲吼，我会晓奇门遁甲救我这条性命呢。啊，咱像你啦，啊你若无代无志，你若有骗来遮啦？我知，啊是讲师傅啊，啊既然你若安尼讲，行，咱进来走，行。是要行去倒啦？你是当作讲这是咱兜，爱来就来，啊爱转就爱转哦。要过面来啊！放肆！太师，请你莫生气啦。小叮当是我的徒弟，是家己的人，袂安怎样啦。你放心，老夫袂杀伊，老夫若要杀伊，伊死100遍都无够。只要你老实回答老夫问你的话，老夫不但袂杀你，而且佫会当留伊在你的身躯边，甲你做伴。哎呀，咱就来做伙。叮当呀，你有听到无？咱若问你啥，你就讲啥，啊其他唔知咱后袂讲啦。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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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你要问啥，你做你讲啊，我也走拢甲你讲啦。你是安怎甲皇上熟识？皇上，嘿，你是讲迄个朱明德咯？我哪唔知皇上啊，迄是你拄则咧讲啊，怎讲？后什么做皇上啊？啊我哦，我袂记得呢，我唔知甲伊安怎熟识，我会记你那穿就伫迄个，敢若是酒店外口，还是伫迄个路里，可能是安尼，袂记啊。那梁少安呢？梁少安唔捌伊啊，迄是我甲伊讲的啊。梁少安，伊敢知影皇上的身份？迄唔知影啦，伊哪会知影什么身份？我甲你讲啦，迄皇上哦，穿甲甲普通同款，人咧一般哦，迄皇上，我较早咧看咧盘鱼落去个，敢是拢讲爱穿咧什么龙袍，啊，佮顶个什么悬悬的，啊，甲一牛车的人，啊，咱伊也拢无啊，对毋对？啊，佮家己一人穿个普通衫尔，咱哪能知是什么人？记住，这个小叮当的诡计多端，以后千万袂相信。无啊条白云啦，啊你这人哪会安尼哈？你还弄搞相加，啊阮两个若无死吼，你敢若吃艰苦的款的吼？哼，我只不过是照实情禀告。安怎？你哪会遐尔紧张？莫非你是做贼心虚啊？嘿，什么叫做啥心意啊？无你这白云啊，我你讲你报马啊哈，你搞搞条条照办啊，迄话都后白讲，我甲你讲啦，我这人吼真土直啦，有就有，无就无啦，拢实在讲的啦。好啦，别搁吵。小叮当。你用缀踮咧恁师傅身躯边，也毋过，你若是互老夫知影讲，你反背老夫的意思，到时你是毋通怪老夫对你无客气哦。袂啦，太师啊，你放心啦，啊若是小叮当哦，伊是较囡仔型，而且哦，伊伫我的身躯边，绝对袂脱车，顶多会开斗3工哦。安尼上介好。是。白云，爱你知，永暗皇上会甲你见面，你得小心点。以免让皇上看出破绽。是。请阿婆，永暗就照计划行事，爱记的，只准成功，不准失败。是。我甲你了，我代志大条，但我有影真体谅人啊。师傅啊，你是啥物大条？大条啥物？甲你讲，你也无得甲我斗3工啊啦！我实在是气死我了。狗啊，伫咧吠。我想着，我今日甲无看看你唱啥名呢？点点啦，哦。无变钱哦。中堂天后入离题，令君困下有成机。父子相逢本是喜，
温婉不清才是奇呀。啊，师傅梅花易数真厉害，做媒的人犹阁会消灾。师傅嘛，着甲我看一摆，看我当时花会开。人是烦恼到要死，啊！你咧烦恼，你无翁通我嫁。嘿呀，哎，咱两个来差遮济啦。嘿呀，爱你也苦，无爱也苦，两项要选择啥？心肝，请你放心肝，对我敢袂受挫。你讲，就讲将你交代互你的父亲，甲你抚养。就讲这个人是才华横溢，而且伊若想要中途的人，也是一个通晓文才。是啦，自细汉阮阿爹就教我四书五经。真好。丁有写下半首诗，但是后壁这两句一直找无好句，不如就互你对啊。丽云愿意试看卖？真足听。车啊流水点秋光，爱处萧索秋几行。啊，别分，这两句你赶紧对来。皇上，请恕罪，丽云一时对不上。丁家己都对袂起来，我也袂勉强你。无要紧，无要紧，事后有早，你准备回房去休困。是，丽云告退。太叔，想要甲皇上叫我甲吟诗作对，我实在足可倒去。连老夫也想袂到皇上竟然出这款的题目出来，想无要紧，老夫应暗出来叫伊写出诏书出来，恰甲无？啊？我你出场。我你哪知？有我互你靠啊！你去啊！沙皮工，你陪老夫踮咧外面，恰甲无？恁徒弟生死就掌握在你的手中，要安怎做，你应该知影。讲袂掉啊！老夫才暗中感谢。是。是什么代志？爱大细声。启禀皇上，啊，着太师吼命令阮弟弟要来侍候你，啊，着伊吼无小心去烫着，这会哀叫安尼啦。恁两个人就入来。是。皇上，这是千年的林霜茶，是太师命我特别要来孝敬皇上。千年林霜茶，哦，看我转的啊！恰卡无？皇上，朕久闻你精通卜卦，朕想要叫你为朕卜一卦。不知皇上，你是要办什么款代志呢？朕是要卜20年前一段的往事。虽然人事全非，但是朕是想要知影讲，是毋是我有法度想到我要找的啦？请卡无准命。天雷不忘之卦，此卦是什么现象？我看较真少的。啊，你在讲几步，是在讲啥呢？啊，你唔着较紧啉，啊，无已经拢啉去啊了。啉无用，袂水干，你若是爱啉，互你啉。我你上得啊！我小叮当，你这么是甲创啥物货哈？啊啦，你也是要啉哦？我有咧害死个我，哎呀！一碗新马茶，哪有了不起？是伊答应你，
免怀疑。若讲安尼，都害会死。啊，世间哪有啥物天理？有苦难言倒来吞，平时拢是驶迄落顺风船。今暗我看假会互人讲青棍，分撇全线失了魂。师傅啊，你若爱啉，你就甲我讲，我留一半互你，真正赞，好啉，好啉。无要紧，你若是爱啉，我就还有太师叫人搁泡来啊。啊，你好来，搁泡一个来讲。无迄个尻川，我毋敢食迄个下药。车头，赶紧赶紧，你拄则甲我跋迄个卦，会解说赶紧讲互丁听。但是要破这个卦，这就爱看这个十物啦。哦，请问皇上，你手拿这支是毋是秋线？也是啊。这虽然是秋天，也毋过这项物件应该来夏天使用是比较较好啊。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讲，你想要见人，你已经看过啊。如果若是要相认，恐惊就爱伫迄个热天。哦，你是讲我想要见过的人已经见了？虽然讲天雷无缝之卦，内面是色天定定，也毋过这拢是有惊无险啊。手地签筒有3支，要卜新娘入门去。姑娘有生3月日，到时一定生恁儿呀，生恁儿。你爱讲吼，你扶我一下好无？我这你怎么？现当的到底是安怎？我刚食咧，我歹食，我是无爱，我甲你讲因为一个月吼，我一摆安尼失常，袂记食药，我看出来。是我先食药，我爱讲啦，你点啦，你一定爱我爱讲，你记好。你讲我是好啦，咱当天食药啊啦，较紧的啦。伊伫咧讲，真想要见的人，早就见过。通讲是伊。爱你也苦，无爱也苦，两项要选择，心肝，请你放心肝，对我敢袂受挫。我来遐到底是规伫什么所在？奇怪，这个夜馆内面找透透就是无地路。哎呀，敢有可能去观察吧？小兄，什么代志？无论如何，后壁若发生什么代志，你莫怪我，你一定要安全保护你家己。娘子，你今日来讲话讲安尼啦？以前你毋是有甲我讲过，咱两个人同行不如同命，爱互相照顾。咱今日会当斗阵入来这个夜馆，就会当斗阵平安行出去啊！你有危险没啊？无这么大的危险。万一你真正若是太子，我承担袂起。假使我若是太子，嘛是一条命；啊，我若毋是太子，嘛是同款一条命。这个时阵讲这要创啥？赶紧为这边来找。拜托的啦！啊，你小到妖怪的，大项你都食，我想你气死。我都要你药，你分一个我食我吼，胃肠无好，胃肠歹袂使啊，会老晒啊。你小到妖怪，你是爱食，我吼一寡代志吼，拢互你保护派。人迄吼参迄是要皇上食内底色粉散伫内面的。那即摆皇上若是食迄色粉散了后，你就会承认讲这个魂咯，伊是太子，就会写迄个诏书。啊，你无代无志，你甲我啉落去。啊，即摆太子若知影哦，看我就气了，看要我甲交代。啊，讲安尼啦，啊，我都要啊，搁咧要，我要食。行啦，来困啦，休困一下我食无多啊，我想歹，啊，我是互你母死啊！啊，你快打来啦！啊，太叔，太叔，你恁清顺顺，身体又无出家先惊着，你莫紧，我吼，较等下吼，甲你烧3支香哦，啊，甲你吼，安尼盘人啦，你瞧，死一口，你还不敢小看龙虎？太叔啊，你来讲我死机到，你真爱讲笑吼。什么你敢跟你讲笑？啊
我问你，是马地你是安怎无风冲啉落去？我先两菜就放在地啊，但是洪双伊唔啉，我哪有法度？对，我听你辩解啦。明明是伊暗示小天仔甲迄杯新马茶啉落去，唔管安怎讲，代志失败，伊就要负责任。请阿婆，你遐阁有啥物话通讲？这我有消息。小天仔，你有紧时阵，你甲我听我讲话者。大师啊，你相信我啦，我绝对吼到天照打，嘛唔敢反悔你，请你相信我。管老夫做代志，只准成功，不准失败。切，你准备受死！有钱的，刘总。若无分开，我不知我有车爱你，是像海水涌来涌去，想你无停止。慢慢也想会到爱你这呢深，回头的路愈来愈远，爱将站伫倒位？天涯。将惨伫倒来。